哈，矮啦！你的眉毛怎么了？你的表情像是便秘，但是你说的应该是什么吓到之类的。哦。好，一样欢迎大家来到夯艺版上搜的节目啦。那今天一样要进行我们的独家暗字 C。那今天谁来暗字 C 呢？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从觉得客家话学得很好的阿啾开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啾。大家好，我是香港來的滴答。滴答。大家好，我是尹真豆浆，应真豆浆。大家好，我係馬來西亞來 CCY。大家好，我是豬豬妹。好，那大家待会担任给提示的人写下客语字之后，如果要讲成客语一样不会的，可以呼叫启拔颖老师。启拔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担任猜题者的就是坐在正中间的尹真豆浆。高手。好紧张哦。遊戲規則，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，是嘅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，韓國用漢語名出來。成語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做成小處。香港人有200機會，係講頭一擺推唔錯，第二擺就得使用 QQ。大家強合作，推出答案是做得半信不留。先戴上耳機跟眼罩。好，我自己嗨一下。哇，好大聲哇哦！真的不會耳聾嗎 OK。今天的題目是蟑螂。哦，这感觉很容易撞。好，可以开始作答喽。好，大家都有想法，为什么阿啾因為我感覺很容易撞。 ？30秒。好，来，我們3、2、1，請翻版。有，死，完了這。你感覺可以啦，應該還是可以吧？嚇我了，嚇我啦請把死擦掉。是一起都要删掉，对不对？对，2個人都要擦掉。垃圾桶可以，可以。久我觉得我们2个是很讚，我們是棒好棒在。一起就可以猜得到。抱歉咯。 OK，好，那需要啟拔英老師的，請呼叫他。回音解昆蟲，回音解昆蟲，打好，那我們可以 Q 尹真回來嘍。上來了。歡迎回來。有信心，有信心，真的。這個就一定猜對。好，那我們從啾啾妹開始來給暗字 C。我的暗字 C 是打打应该是做某种事情，打自备的。好好，CCY。哈，矮啦！你的眉毛怎么了？你的表情像是便秘，但是你说的应该是什么吓到之类的。哦，迪达，回音的昆虫。大家自己多加點演繹。回音的什么昆虫？哦，阿啾來。垃圾桶動多，垃圾桶动垃圾桶動这多。讲得很好，垃圾桶很多。好，所以心里應該有答案了，對不對？我覺得我有可能一次答對哦，怎麼辦？哦，尹真第1輪的答案是蟑螂。所以你剛剛都有聽出來他們說什麼？我覺得阿啾寫得很棒哎。那他說什麼？垃圾什麼？垃圾桶動多，垃圾桶很多。沒錯好厲害！嘟嘟姐太厲害。昆蟲我有點不太確定。新的昆蟲。惡心的昆蟲。前面是什麼？尾音啊，作嘔的感覺昆蟲啊。你的是？他們是有被擦掉的。已經猜到一個字了。我也是被有猜掉講他們對應。該要2合1，是下吧？打不死，他們是死被猜。对，矮了。矮了。奶只用動作換這樣子。他可以。停一个半拍耶，對，打不到，打不死，耶！恭喜尹真。太咪開在出點熟熟，上愛講威斯碌碌，天出愛看黑衣扮生熟啊，黑衣扮生熟。大家好，我係春燦哥。
今尾我講嘅啊，相信大家都早前看過，唔係啥，是汽車佬。講到呢汽車佬啊，大部分嘅人啊都勤勞，因為啊，都喺人冇衛生嘅地方去日多。市場街跳下嘅阿超講嘅啊，都喺日澳洲嘅垃圾桶啊，喺地度貼撇多，垃圾桶地喺行業地度嘅垃圾啊，再講係垃圾，咪再講係垃圾。cái垃圾桶啊，是係垃圾桶，不是垃圾桶。咁你按部需要因為去挑垃圾嘅時間啦，天出嚟等cái垃圾車啊，cái垃圾車啊是按照垃圾車，咪再講係垃圾車。汽車佬，垃圾桶，咪就得講垃圾桶。一講到cái汽車佬啊，一般人都會想到，梗係當冇衛生，唔強力當惡做嘅。所以啊，當你看到汽車佬啊，是知道，哎呦，當違人啊！cái 違人嘅意思是係惡心啊，cái 翻譯cái 違啊是害怕嘅意思啦。cái 你講到cái 讓人家害怕，你是對講定人違啊。你講cái汽車佬吼，當定人違，你是當適合啊。汽車佬冇走，嚇！定人違。唉，很甜，cái汽車佬很會走喎，很以為汽車佬好機會背，個很好難對，哈哈！哎呀，你下，你隨時來咧，很甜，對唔到，cái汽車佬吼，總係咁唔上時唔上啊，好點點就走出來啦，哎呦，見到體統冇強壯，cái體統啊係講外來以前啊，還有cái手機會有cái進步啊，會通知你。唔像cái汽車佬吼，佢冇上，佢是好點點酸拿出來，會俾你嚇到啊！嚇到是係把人給嚇着了，佢係同詞。你係講你想用形容詞講有人被嚇着了哈，你就係講戳驚。像跳下cái汽車佬吼，好點點酸出來啊，佢嗌啊冇準備，看下頭學實戳驚嘅嚇。唉，食材對cái汽車佬對到很甜，跳下cái搞遊戲嘅時間啦。cái超講乜嘅打唔死嘅汽車佬啊！cái 對我來講嗬，唔係打唔死啦，梗係打唔到啦！哎呦，嚇到，戳驚。我講睇cái汽車佬係出來嘅時間唔會有進步，做乜嘅講下睇進步時來咧？嘿，就樣看來嗬。cái汽車佬啊，係走到隔壁芭比家屋下去咧，嗌來去樓佢停手打汽車佬，哼！我日雨傘哦，揸咗卡嚟，嗌來打汽車佬，過去。哦，這是一位請動筆。到底在吵什麼？